好多謝。有你哋嘅支持同埋鼓勵咧，我哋相信咧呢個夢想好快就會實現。多謝晒。那天我中國宣布，何時誰先敲響警世歌？衝天開力向前路，巨龍揮出自我，要中國人見歡樂，笑聲笑面長伴黃河，5000年路送中國夢，內容始終一個，要中國人人